来关心国际消息，阿塞拜疆境内的纳卡地区住真侪阿美尼亚人，不过阿塞拜疆前一阵发动攻击，造成局势是真紧张。当已经有65000外住伫遐后代，拢走转去阿美尼亚。卫星相片是显示连阿塞拜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和阿美尼亚的拉钦走廊，规条山路是车队客满满，拢是为着要逃离战火。估计这8天，规个地区12万的阿美尼亚的后裔已经有半数下过边界。真正发生燃料库大爆炸的首府史提帕纳科特，即马就敢若一个空城。I met women who are going to pay. They are ready to pay. Like $200 for 5-liter fuel. 忽然间入来一大堆难民，敢若登记身份就要等半天，加上边界所有的旅馆拢客满啊，根本就无所在通住。阿美尼亚的社群媒体是发起全国各地提供免费的住房，帮助卡拉巴赫兄弟姊妹的运动，而且讨论甲一间边界地区的学校改作宿舍，让难民会当住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阿塞拜疆27是宣布伫边界抓到纳卡区分离主义政府的前领导人瓦丹扬。原本伫罗西亚金融界真有名的1万好野人瓦丹扬，2022年是搬去纳卡大。阿塞拜疆甲伊认定这是和平的障碍。除了这以外，伊和阿美尼亚总理帕辛扬的关系，嘛为着罗西亚维和部队的角色问题并无好。根据了解，瓦丹扬互移送去首都巴库，未来有可能会互以战争罪来起诉。阿塞拜疆总统的外交顾问伫比利时布鲁塞尔和欧盟官员交换意见的时阵讲，希望较紧和阿美尼亚来签和平协议，讲会互南高加索地区革命性的改变，规个走向一体化。It's a win-win to everybody, not just Azerbaijan. It's a win-win for the entire region of the South Caucasus.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